来看2021年香港民主派人士和香港政府指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，以国安法起诉，在香港是叫做47人案。昨香港的法院针对45个人作出判决，占中的发起人戴耀廷被判10档的有期徒刑，学运的领袖黄之锋是被判4档8个月。在台湾的香港人今仔早起是开记者会来声援。 来自香港的在台人士，人伫台湾，身伫香港，发出因对故乡的毋望，替拜伫因为违反香港国安法、颠覆国家政权罪名，互人判刑的民主派47人案来声援。他们的目的只是为了成为一个服务市民的一个香港的立法议员。 那可是这种的行为，可是就被无论是中国还是港共政府来说，就是作为一个就是串谋颠覆国家的一个罪名。伫台湾的香港人士认为，这个判决是中国独裁的证明，甲支持民主自由的人判有罪。中共一开口就说要消灭台独，要消灭港独，那也是假的，中独就是真的，就是中共的独裁集权统治。 那全都是真的。长时间关心香港问题的律师指出，这届民主派47人案的判刑当中，会当证明中国一国两制是有记录的。伊认为中国根本就无遵守对香港50年不变的承诺。我身为一个台湾人而言，昨天的判决对台湾所传递的意义是告诉我们，一国两制是彻彻底底的谎言，一国两制根本是个屎，狗屎。中国共产党 承诺了所谓“一国两制”50年不变，算到今天27年，什么都变了。伫台湾的香港人士认为，这届判刑抢走香港人上基本的民主权利。中国2020年制定的香港国安法，打压香港的民主甲法治。咱陆委会嘛呼吁香港政府爱停止对政治的打压，赶紧释放关押的民主人士。记者伫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。